观众朋友，咱来看国际消息。南美洲哥伦比亚伫咧2026年每年要来办总统大选，也总统候选人反对派参议员乌利贝伫咧首都波哥大街头演讲的时呢，去互因枪击，头壳着枪伤势严重哦，也警察是随离现场抓到一个15岁亚青的嫌犯。即马当咧调查讲，伊到底是毋是凶手？好，15岁也未承认，这件事件是引起国内外关注。救护车的声音真响，在调情的哥伦比亚反对派参议员乌利贝前往病院。39岁乌利贝车骑伫首都波哥大街街头演说的时，互人对后壁开枪，2枪拍着头，一枪是弹着脚头躯。有人翕到乌利贝互警察甲民众送去救护车的情形，当时现场充满惊吓的发休声。 Y claro, las personas están preocupadas, están saliendo a ver todo lo que está pasando, pues porque de verdad es un hecho pues muy triste, muy doloroso que estas cosas sigan pasando. 警方当场抓到一位有枪的15岁少年嫌犯，目前搁咧调查伊敢就是凶手。乌利贝支持者真激动，指控哥伦比亚总统贝多都是幕后的庄稼人，因为贝多是回应讲政府会全力侦办。 Ahora no hay más que hipótesis y las hipótesis no pueden ser descartadas de antemano porque viciamos la ciencia de la investigación. 对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乌利贝是政治世家，伊的阿公多尼拜捌做过哥伦比亚总统，阿嬷是创立号名做哥伦比亚团结的民权组织，伊的老母是记者，互贝多集团的老大艾斯科瓦掌控的麦德林集团所绑票。1991年伫旧的过程当中不幸死亡。哥伦比亚国防部长桑切斯承诺会动员军警的资源，尽全力调查事件真相，也提供2100万台票的破案奖金。公司新闻张淑芬。